欢迎来到怡安办学书，我是主持人露娜。那今天非常高兴呢，就是能够邀请作家冷言来到我们现场，欢迎冷言。大家好，我是冷言。冷言跟我其实我们认识蛮久的，然后嗯，所以就是非常久，好像从从3岁就认识了。也太久了。如果我认识那么久后，我不太确定我们有勇气就是踏入推理圈，开始看推理小说。应该有十几20年超吧。超过10年，应该有20年了。应该有20年。对，嘿，然后所以就是这次的氛围会非常的轻松，然后基本上我是已经把访纲都丢到一边去了啦，没有认真要讲的意思。冷言来是给我们带来就是他这次新出版的这个作品《带错护身符的夜晚》。哎，你这个取名就是很难念哎。我跟你讲，我们就从这个取名开始好了。OK，好啊。我们这个取名啊，当初已经换了很多次的书名了，嗯。然后怎么换都不行，到最后我都已经要取那个1357，诶，直接偷抄陈你们之前浩基了。你们之前有什么名字你还有印象的吗？我最早的一版是叫做红楼守护者，红楼守护这个。这是第一个版本。嗯对嘛？嗯因为嗯那时候是还在写嘛，就先随便取一个。嗯哼。因为熊中，我这次故事是用熊中当那背景。个背景，所嗯以熊中就叫红楼，嗯我就先大概取一个。嗯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知道这个名字大概是不太能过的。然后后来完成了要出版之前要决定书名了，要去报那个是叫 ISBN 吗？嗯哼。啊，国图所以的那个我就花了2天想，花了想到2天。想到后来真的不行了，就连这个最后终于挤出这个来，才觉得好像是还可以的。你是自己想的吗？你有就是请就是我想啊，然后问 AI 啊，然后什么，然后 AI 给的还更烂。他说什么？AI AI 的就是怎么讲，就跟我一开始取的可能很会接近。很类似，因为你给它的元素差不多，它都嗯，是给那些书名嘛。你是为他文案，然后跟他说。没有，我就是给他说我有哪些元素，嗯那你给我几个建议这样，嗯那都很烂啊。那嗯。个我有付费哦，不是没付费。那红楼守护者这个确实，因为其实全台嗯，湾超多红楼的，对每个地方的人听到红楼这个反应其实是不太一样。对，因为我发现台北听到红楼是在西门町那边。诶，非常多，对。对。嗯，然后就是这样，某个程度上来说，其实也算是一种叙述性轨迹。啊，好像可以哦。好像不行啊。这本小说就是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内容吧。我要介绍内容是不是？对啊，你稍微讲一好，下你的作者啊。我们就是有年纪的就写完就会忘记。好了，不像我然我来讲。们我们28岁的记忆不是很深。你现在又不是82岁，你振作点心吗？这是一本就是青春校园推理漫才小说，对吧？我这样描述。很多元素哦。对，我那个时候很多元素。其实自己在想说要怎么介绍的时候也是很苦恼。嗯他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它的前身是在四季里面，嗯我有一个短片叫《歌星计划》。嗯然后在那个里面，这两个主角还是国中生，第一次相遇的时候，然后跟这个女主角，那个里面的名字都不太一样哦。嗯哼。因为那个这个雏形，后来写长篇的时候，觉得短篇的时候的名字不是不太理想，因为也不太好记啊，也不嗯太好念，嗯所以就换了一个名字，就好记很多。然后长篇就直接改成是高中的故事。然后他们的故事就是其中有一个角色叫做阿贝。嗯就是贝是那个爬山的那个贝。他主要是他立志想要成为一个漫才师，然后就硬拉了他的同学、他的朋友，叫做管理员。那所以他们两个的组合就是阿贝跟管理员，哦，我就是插一下话，这个管理员也是谐音，他是官家的官，然对对对后那个物理的理，然后那个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那个元。对这样。对，所以就是组起来就是刚好是管理员阿贝，所以他们的漫才团体就叫管理员阿贝。这个故事啊，这个小说的话，它虽然看起来很像是很多个短篇，但其实它是一个长篇的故事。它主要是他们在学校里面收集一些学校校园怪谈的故事，然后去解开这个校园怪谈的故事，然后把解开的这个元素，再用这些元素去写成漫才的剧本，用来譬如说他们的校庆表演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活动上表演，主要是这样子的过程。那第一集的话，就是会把焦点聚集在
校园鬼故事这部分。这个里面其实真的元素蛮多，因为除了你刚刚讲到这个，就是漫才团体组成，然后他们还是一个破案组合，然后去破一些就是有点像是日常之谜的就这样案件。过程中他们还会就是收集小伙伴，对不对？然后加入就是轻音社的设定。我是不是随时都可以插话？对啊，对因为 啊，你随便讲，随我怕便讲，我怕我会变成因为我不敢乱插话。没关系，你就啊，说，那关于我们的这个政策呢？不要再学英文了，请认真发言。哎，我刚刚要讲什么？就是关于轻音社的部分，对对对，就是里面还有一个设定是，它的其他一些主角是他们要组乐团。那这个乐团的设定是，因为这里面的高中生啊，其实也不是说我去回想我高中生活过得怎么过的，因为我你高中生活高中生活肯定不是长这太样，无聊了。对，然后，但是我看现在高中生都过得像我儿子他们，其实是过的是像这样子比较有趣的，我觉得是比较有趣的高中生活。那所以我就是用观察的方式去看，看我儿子他们的活动，然后或者是去社群追一些高中生的账号，看他们都在干嘛，嗯，或是他们的网络用语啊，或是他们平常聊天或什么，他们其实大部分高中生都很可爱。然后少部分的少部分的话，希望他们也会渐渐变可爱。就是人长大了，讲话总是留余地。我觉得你在讲大部分，对了，好了，也是余地了，没错，好，对对对，就是因为我可能就是用一个爸爸的眼光在看小孩，就是看的都觉得，可能别人看都觉得这些吸音呐，但我们看的就会觉得还很可爱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用这样观察的方式去描写，里面的描写大概是用观察的方式去描写的。里面写高中生的时候啊，我会带着一些，就是说，因为我的目标，我这本书的目标是希望可以让一些可能比较少接触推理的，或是比较年轻的读者可以喜欢可以读。因为我近年的写作的目标就设定在让一些比较年轻的读者读，然后但是我也不希望资深的推理迷会嗯，因为说，哎，这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或是很普通的日常之谜就放弃。所以因为了这个我苦恼很久，因为像我们以前在看《金田一少年》，它是可以有杀人事件的，嗯，可是因为我的设定都是比较现实的设定，所以我如果让高中生去破案，其实不太符现实，合现实。嗯，所以我这样的设定啊，让我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说他们的日常之谜会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那破案之后，用同样的元素在漫才里面，我就可以怎么写都可以有我特殊设定啊，或是杀人密室啊，像我这次里面就也有特殊设定啊，然后也有密室杀人，就是一些推理迷看了之后也可以得到，我认为应该也可以得到满足的一些桥段。那因为漫才它的特殊性就是它要兼顾有趣，那但是我不希望在有趣之余牺牲了它的推理性，所以它其实里面，尤其是第二则那个密室杀人嗯，的那个段子，嗯，它其实也是有兼顾到推理性的，它是比六块猪排更有推理性的。你要这样讲的话，好，那所以其实冷言的就是设计发想其实是非常就是有层次的，因为一般其实做动作就是你为什么要采用就是做动作，或者是说，因为漫才这个剧本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说，它的表演可以视为是做动作的一种形式。那一般来说，你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形式？通常是里面会含有谜题，但是在你这边，你的就是需求是，或者说你的想象，其实是说要让就是不一样程度的读者。或者是不一样风格的读者，就是可以满足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对对对，嗯，然后我突然之间想到，就是其实你一开始出道的时候，你写的是非常本格的作品，然后凯家馆嗯。事件啊，然后对，然后可是后来不是说现在这个就是不本格还是怎么样，而是说好像慢慢的就是开始尝试非常多方向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尝试，只是核心还是推理跟逻辑的这个部分。因为我印象蛮深刻的是你还写过兔子，对，对不对？兔子的推理，你兔子，等一下可以跟我对对对。们讲一下这个这个东西。然后好像小朋友是写在大学生吗？诶，小朋友我有写过国中生的一个国中生，短篇，嗯就是写给他也不算童书，他真的就是给国中
国小高年级、国中生读的书。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转换其实蛮有趣的，就是那嗯，你有想象有想过，就是说，哎，自己会有这样的转变吗？就是说，读者群没有就是持续的以，比如说你大学的时候是写就是大学生嘛，对，那一般来说，我们随着年纪的进行，你会把自己，你怎么没有送会变老。到一个对，没有送到一个牙医侦探呢、嗯，应该怎么讲？就是我会意识到这个写作的内容改变是主要还是有小孩之后，因为以前没有小孩之前在写的时候啊，你想要大众性，有些时候除了推理本格推理之外，你会加一些比较说直一点，可能就是新三色的东西嗯，进去。可是你有小孩之后，你会发现说，我小孩小学的时候，我要给他看这个东西吗？然后想着想着就觉得应该不行吧，然后于是就是在写的时候，你就会顾虑到说，我的小孩如果以后长大一点会看的话，那我想要让他看到什么样子的内容，会有这样子的顾虑之后，在写东西就会有一点点改变。然后，但是我也没有说放弃很正宗的本格，像其实我来这边录音之前，也已经完成了一个很本格的推理的草稿。嗯，那我将来的策略是会加快创作速度，然后有不同的方向去写。就是我希望可以也许一年可以写2本、3本，就是哦，篇幅不要太长的嗯长篇或是短篇集。嗯哼，对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动力呢？就主要还是去年那句叫我们收起要翻得完吗？我呢，收起，对，我们我觉得他这就把它翻。句话讲的很直哦。对，我们就把碗收起来，好好创作。我觉得大家也会很好奇的是，因为其实你本业是牙医，因为非嗯，常非常的忙，然后还要就是有些专业进修啊等等之类部分，然后有家庭啊，虽然小朋友高中了，但是也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就是跟他们互动怎么样的。所以你怎么样安排就是这个工作跟写作？就是如果我洗牙在发呆，就是在想故事。你说你一边就是在跟人家说，哎，嘴巴打开，然后没有没有，执行就酷刑的时候，这个是开玩笑，我都很认真工作。老板不要听，人言非常认真。对，我很认真在工作，就是怎么安排，就是我现在以前的话哈，写作会需要一些时间，就是譬如说我可能需要至少半小时或1小时以上，然后坐在那边慢慢想、慢慢写。然后但是后来，最近这1、2年在写的话，我可以譬如说10分钟只写一个句子，然后或者是说我想到什么就写一个句子，然后我发现这样很短的时间累积起来的字数，其实也是蛮可观的。你一个句子指的是什么？可比如说，能可能譬如说这个人要讲一句话，嗯，然后这句话我还没有想到怎么讲，听起来比较好听，或是比较切中我要的主题，那我可能就可能跑去工作了。来下一个。就跑去做别的事情，然后后来可能突然就想到说，哎，这句话好像这样讲不错，或是这个场景好像这样描述不错，我就赶快回去把那句话写进去，然后之后再来把它修饰的漂亮一点。那你是用手机吗？就是没有没有，我电脑我那个嗯，笔记型电脑就是放哦，在在你诊所电脑里面，我会带笔记型电脑，它就是哦，放在办公差点要桌上。叫保安。哦，那其实就是说你已经有一个就是构想在那边的，然后只是你对是用上班零碎的时间，然后就是有空的时候，哎，突然之间灵光一闪，然后我赶快就先对，把它记就赶快去先下来说，输入啊，事后比较长的时间再去修改。嗯，然后或是真的要截稿或是赶稿的时候，其实我都是抱着笔电，就是写到睡着，然后隔天起来，因为现在有点年纪，会很早就起来，起来就赶快你也是9点再写一下。睡觉吗？没有，睡觉比较晚，睡觉比较晚。但是说真的，现在晚上工作的效率就很差了，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对，像我十几岁的时候工作效率就很好，现在20几岁没办法。现在20几岁没办法。哦，你是说某个基数再加上20几岁？大家应该会蛮好奇的说，就是你这次背景是用雄中，但对，是你自己就是毕业的学校，我是台北的成功高中毕业，嗯，对，所以其实我如果有机会，你也要成对，因为功，我现在住在高雄，要回去成功观察他们，或是要去校园逛。因为其实我写这一篇，我在雄中校园逛了很多次。就我写到哪里的时候，我觉得只看照片不太够，我就会去礼拜天早上，它都会开放，嗯哼，我就去逛逛。我曾经比较印象深刻是有一次我们去开家长会，
然后那时候是晚上，晚上的时候我那个里面有写到一个，就是第二部那个石英树的那个树林啊，嗯，我就想说好吧，那我晚上去试试看是什么感觉，那就只是走到那个两栋建筑中间而已，然后就真的是想拔太黑了，真的腿就跑。太黑了，我根本就不敢进去。我开那个手电筒，你那个平面图是我真的不敢进去。真的平面图对，吗？那个平面图是真的。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感想，我想说这个灯也太少了吧？有它蛮多，它那个是监视器，哦，有灯，它有监视嗯器跟灯啊。嗯哼，我们因为没有必要，我就没有特别标出来。哦，so ga，难对怪，因为我想说不可能啊，不合理啊，这中啊，因为间如果没有它后灯的话，面那个树林那个晚上不应该有人，所以它也不会有灯啊。你没有去过北医，我们有一个就是非常小的树林，对，然后就是就很多人。我所知，它晚上也有灯，没有应该是因为没有人的啦。如果看书，你会发现我写的那个树林里面很多鬼故事啊，然后所以它就是你最好就是不要去，因为雄中这个就是有历史的学校，它很多本我感身觉当你就有的。说有历史的时候，你背后其实是蛮意有所指的。你花了多久时间就是搜寻这些历史？哦，多久哦？我是一边查一边写，一边写再一边查，所以我也很难说有多久。然后，但是我也有查到他们以前的报纸，就是连报纸的部分都查到了。但现在因为网络搜寻蛮好查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可以去试试看查 Google Map，你会查到大雄中帝国，就是在 大雄中帝国。大雄中帝国在 Google Map 上有，你就会查到雄中里面。好，那里面这个大雄中地图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大雄中帝国没有，它就是一个地标啊，我不知道可能是哪个雄中生觉得很有趣，去给它标上去的吧。所以我就觉得高中生就是有一些部分是很可爱的部分在这边。那你没有叫你小朋友帮忙搜，就是问一下同才啊，大家啊。其实有我去，比如说他们校刊或是什么，然后或是有一些地方我不能进去，我就会而且有叫他去，些地方你不能我进去，就叫他去你不是十帮我看。八岁吗？太年轻了。就有一些他们校园里面呢啊，或是那个社办啊、地下室那些，可能我就不太适合进去，我就会叫他去帮我看一下那边是长什么样，啊，帮我拍个照，这样让我看哎，那当初怎么会想要就是用熊中来当背景？啊，因为取材方便啊，就是好，小孩找到，刚好在嗯，那边念书啊，我也参加他们很多活动，所以就啊，平常想到要去，因为我住在高雄，想到要去也很近，所以取材是很方便的。对。那里面的就是这些校园传说啊，就是白衣鬼啊、石英树啊、雨夜的嗯。凝视、这个大黑怪谈，这些东西都是真的有存在吗？第一个白衣鬼那个是真的有，啊，他那个原本的熊中的怪谈的故事是，他在我记得不知道是第二栋还是第三栋，它的侧面有一个镜子，看起来就蛮古老的。然后它镜子刚好是因为熊中他们都说以前是有刑场还是怎样，嗯，有你有去竹林，查过吗？它真的是他我有只知道他228的时候有很有处决，多处决，嗯对。然后但是那个应该是在更早之前，嗯然后所以他们就说，如果去看那面镜子的时候，会看到奇怪的东西啊，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反正我也没管，我就是先用了这一个设定。然后石英树那个就是完全我自己想的谜团。那第三个大黑，大黑啊，它是大黑怪谈，它是大黑这只是他们实际上存在的校狗，所以这个故事的前半是真的，就是他们有一只校狗，然后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失踪了。嗯那失踪学生也在找啊，甚至校长他也在那个脸书上 po 文说，如果大家有看到他，帮忙找一下这样。然后那只校狗很可爱，它是晚上的时候会自己走到七贤路，就那个雄中是在建国路在七贤路附近隔一两条路，然后听说它晚上的时候就会自己去七贤路附近，就不知道去哪里，然后白天的时候再来雄中，就很像打卡上下班。然后某一天它就没出现了，那没出哦，现之后，就后来就没有再出现了。然后所以那一年的毕业典礼，那个雄中的学生就是也很可爱，就是用他这个大黑的这个视角去设计了一场他们的毕业典礼。嗯那我那时候看到，我就觉得，那这个我应该要写一个故事来嗯
也不算纪念他，就是让熊中的人看到可能会很有共鸣，因为听说他在学校十几年了，嗯哼。所以这十几年间毕业的学生应该都听到大黑就会知道是嗯，那是谁？条狗，对。我觉得我看到这个，虽然我不是熊中的，虽然熊中有收女生在你的有，有收他实际上是有收女生，实际上有收女对，生，对有一些科系有收，呀，但对，虽然我不是熊中，但是我看到这个故事，其实我也觉得蛮亲切的，因为整个台湾应该就是非常多学校都有这种就是校狗啊，或者是对对，系狗啊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像以前我们在台大的时候，就是它也有那个我们哲学系跟就是人类系中间就是两系共有，就是一哦，只叫小黑跟一只哦叫小胖，他们哦哦哦，是母子这样。然后有一天也是，就大家都会关注他们，然后其实都不太看就是什么系学会版还是怎么样之类，但是小黑不见了或小胖不见了，然后你就会立刻发现一堆人全部都涌上来。我在哪边，或者是他去哪里，他可能在哪里等等之类的。然后最后对对对，他们要是就是真的，比如我记得好像小黑可能也是大概有没有10年啊？之前就是他就是过世了这样子，对。然后那个也是讯息都对，到处因为你这样发，会发现，可能嗯，有一些学生他也许家里不能养狗，可是他对，跟学校的这些小动物的感情反而很好，很好，对。那你就是这些怪谈啊，就是它可能是有一个原型在那个地方，那这个谜团你是怎么编出来，或者说这个解谜的方式是你也是会实地的去看，就是它的相对位置，然后给出一个就是可能的就是合理的答案吗？我如果说在小说里面描述的特别详细的，它大概就是实际学校就是长这个样子。哦，我知道了，所以你没对，有讲的就是胡说八道的部分。对，就是但是我有一些东西，我可能会觉得这样子写，也许会造成学校的困扰，所以嗯我会有一些改编。嗯。对，然后谜团怎么设计跟推理怎么做的话，那个是在我前面十几年学到的东西，我只是在这个时候把它用上了。你这样讲，接下来就好像应该要逼问你到底学到哪些东西。我应该说，因为像我最近这几年哦，其实对推理小说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越来越多人在写推理小说，那写推理小说的话，对我来讲，第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要先建立一个自己本身的推理小说观，就像你要写我们就讲推理小说好了，你嗯总是要知道你自己写成怎么样子，它才是推理小说。嗯哼那你没有自己的推理小说观的话，你写出来，你就跟我说这个是有死人就是推理小说，这个我想大部分推理迷是没办法接受的。嗯那我本来年轻的时候会把这个标准定的比较严格，嗯。可是随着蓝霄越放越松，我就跟着它越放越松。这所以是什么？就是他就是有死人就有推理，他说书上有写有推理的，就是有推理。你就节节败退了，对，对。我就节节败退，所以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宽松的标准了，就是你有谜团，然后有解谜，然后谜团到解谜的这个过程是有逻辑的，那这个对我来讲，它就是有推理，算是推理小说，我就可以接受了。那有了这样子很基本的以上就是你的推理小说观。对，就是我嗯我认为这样我可以叫做推理小说，嗯但是如果说要讲到推理小说观，会再更深入，但嗯哼是我能够接受它是推理小说，就这样子就够了。嗯。然后呢，你没有回答到我的。然后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对啊，我的问题是，哎，你确定你真的是20几岁吗？我觉得不太像。就是我鱼油最近吃的比较少回去可能买个一顿好不好？啊，我的问题是说，我跟你说买了会忘记吃，你可能要采取就是那种贴小纸条的形式，然后对对对，在那个下一个之前先吃一个鱼油。我的问题是说，就是你在设计这一些就是谜团啊，然后还有就是解答的时候，就是你是怎么样，就是根据于事实，或者是说你有去实地考察，哦，还是怎么样？那你跟我说实地考察也有，对，然后就是你自己就是想象出来的也有，那就是大家如果要分辨的话，可以看一下就是你写作的细致的程度，然后去做一些推敲这样子。哦，然后呢，我也需要吃鱼油。然后我们讲到哪里了？然后我们讲到就是谜团设计的部分，哦，然后你就说这个是跟与推理小我知说关。道了啦，我应该是要讲说谜团的，我觉得想谜团不难，因为想谜团的话，我有时候会去翻书，就是翻翻看其他。5分钟推理吗？没有，我会不一定是翻推理小说，就是嗯哼。当我在想说，像里面第4篇《雨夜的凝视》那嗯篇，那篇我应该是
在写的时候想好故事了，但是我还没有想到我要用什么谜团。嗯那所以我就是去随便翻书翻翻翻，然后或是去看剧，嗯哼，然后可能就会从当中得到灵感。那有灵感就是想到谜团之后啊，就是想办法去解决嘛。然后关于谢谢你，谜团，对，然后关于谜团要解决的部分就很看天就想办分啦。法解决嘛，这个反正就很看天分，呀，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大家觉得为什么推理小说难写的部分。我觉得聊到这边，大家应该会很有兴趣的是说，就是因为我在看非常多，就是刚刚开始学，就是或者是写作推理小说的，就是作家们哈，就是大家常见的困难问题是，他们没有办法拿捏，就是这个谜团的困难比例、复杂程度，还有就是什么时候去。以什么样的节奏去解开它，那可以让读者感到一种就是哦，这个谜团慢慢被解开。那有些时候嗯嗯。是他梗一放下去，哦，立刻就被看破。然后或者是说，哦，梗埋太深了，到最后解完谜之后，大家还不知道他其实我觉得有埋梗。我觉得你不用担心我譬如说伏笔或什么的，怕被读者看破。因为啊，一半以上的人其实不会看得出来。真的，你我实际上，我说的是真的，就是你写的很明显。譬如说像我这一次，嗯我的最后那个大黑怪谈，它其实最后的解答就是在我最后的一个段子里面，我几乎把所有的条件都写出来，我甚至把谜底都写在段子里。可是我觉得看得出来的人应该不多。嗯哼那你如果有看得出来的人，我反而觉得你不可能一个东西写到没有人看得出来，那个东西一定应该是失败的。嗯嗯嗯你一定要写到真的有认真去研究的人，他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他解出来，他应该也会有成就感。那看不出来，他也会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这样才对，而不是说一个真的埋到说没有人看得出来，然后干脆把它埋起来。对，然后到最后读者看到最后就放弃说好吧，你说了算。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失败的嗯推理。嗯。然后我这次在看，就是我也觉得，就是从歌星计划，其实因为歌星，四季这一本，它有一个很特殊的设计，就是没有揭开作哦，者对，的，就是哪一篇是哪一个作者，你必须要全部看完，然后再自己去找答案的这样的设计嘛。那所以我那时候在看歌星计划的时候，我其实非常惊讶，因为我觉得这个看起来不太像你写的。哦，对，我觉得他有一种就是写作风格，有一种就是非常大的一种转换的一个感觉，就是很轻快、很活泼。对，那如果让我猜的话，我当时甚至有猜，就是是不是会拍动，我有点忘记，还是好那个，哎，糟糕，我这一篇好像蛮嗯，多人猜说是会拍东西的，可能对，就是根据以往的写作风格吧。呀呀，但毕对。竟因为你们中间也是隔了相当遥远的距离，嗯，对啊，虽然都是就十几岁，是大但是 概对，就是都是20几岁的人。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很大我有月光宝盒。有员工，我不想知道。对，那我也觉得蛮佩服的，是说就是现在非常多男性作家，其实在写到女性角色的时候，都会被大家就是女性读者感觉反应会有一些就是说，哦，这对，看起来不太像女生。对，那你在这方面就是我感觉下了非常多功夫去调整这个嗯，状态。就是婚姻给了我很多的训练。就是你如果在婚姻里面是个求生欲很强的先生的话，我想你来写女性角色应该可以写得蛮不错的。那你这样子没有婚姻的人，岂不就是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哈，呃，我们说实在的，就刚刚是开玩笑。说实在的，就是你如果说担心自己的女性角色写起来会被女性读者看到就觉得很厌烦的话，我觉得在写的时候可以找一个你目标的读者，女性的，先让她看看，然后让她先指出来你哪里不好。那我觉得，就是我最近也在推广一个概念，算概念嘛，就是说你写作不要想说自己都要很孤独的写作，你要有朋友，就是你要有一些朋友陪你一起写作。也许他不一定是你，他也在写作的，也不一定是编辑，就是但是你要有可以讨论的对象。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改掉这些地方。譬如说你有个编辑，然后他在帮你看的时候，女性的编辑他说你这个角色女读者看了一定会反感什么的，那你就可以做修改。那我觉得，不要想说写出来一写出来的东西，它就是要定稿，它一定要经过修改，啊，各个方面的修改都有。对，所以你刚刚是写作声友会招募中，
哎，对，没错，大家来当好朋友吧。哦，那个我们就把你的联络方式附在贴文里面哦。哦，如果大家需要诈骗，不是，就是大家需要写作建议的话，就是可以寻对对对，求冷言的协助这样子。你就是来写信来，你就说我有听一案半，这样我就知道了，我们可以抽成吗？把你的 AP 放在底下。呀，其实我觉得非常多，就是我自己在看小说的感觉啦，就是我自己感觉在看就是这些小说的时候，我比较希望能够看到的女性角色是，她们原则上跟男性角色的行动或逻辑，或是写作方式不要差太多。当然，还是有一些因为性别方面，然后会有落差的，就是这个部分在。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靠观察力，然后还有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读者反应。如果作家是男性的话，就是可能要靠这方面去补充跟加强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的建议，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参加对，写作生友会。写作真有会，对，或是你就真的不擅长写，怕被骂就不要写啦，就是不是要创造，这样吗？真的就不要创造这样的角色，就是你不要写不擅长的东西。我这个对，说到这个，我就蛮想问说，就是你以熊中为背景，然后那个时候有没有会担心，就是说哦，可能里面全部都是男性角色，看起来会有一点因为那个时候就知道有收女生了，所以其实书里面女性角色蛮多的。对蛮多对，的，虽然它都嗯集中在那个像音乐班啊，或是科学班，嗯然后那个时候倒是没特别担心男性女性的问题，因为即使全部都是男校的话，他也是我不会把故事都局限在学校里啊，他嗯在学校外面还是会遇到其他女性的角色。嗯哼。对好，那你这个小说里面其实漫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对。对，那你就是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比如说你为什么想到要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嘛？里面，那甚至于主角本身他就是一个想要成为漫才团体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志向哦。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把这个元素加在里面？是你本身就很喜欢哦，吗？因为这一点的话是这样子，我以前在写比较严肃的本格推理的时候，我会在里面安插一个有点像跑龙套或是比较插科打诨的角嗯色，就是他会在很严肃命案的时候，可是还是会搞笑。嗯哼，然后，但是我发现读者，我以前在写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的读者比较不会有这样的反应，可是新的读者，现在的读者会觉得说啊，都已经有命案了，还在那边开玩笑。太不严肃了。对，然后所以我就发现，那这样的做法可能现代来讲不太能够这样做，就是读者不买单了。那于是我就思考其他的方式。那我就是在看漫才的时候，因为我也很喜欢看漫才，在看漫才的时候，突然想到说，我有没有可能用漫才来讲一个有推理性的故事？就是不要只是因为我看漫才到后来很多都会变成只是一些生活上的趣事，譬如说搭计程车，然后或是上班，或者就是一些生活上的事。你可以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漫才跟我们一般所认知的，就是喜剧啊、搞相声，笑、相声，对，对，有什么样的差别吗？我跟你说，我在歌星计划里面有写，你在这本里面也有写啊，但我我有写。还是要好，问，对，因为我跟你说，写完之后就会忘记。鱼有，快点，OK 五十 OK，箱，五十箱。漫才的话哈，它跟我很难讲说它跟相声到底有什么差别，但是漫才它是一个两个人的算说唱艺术嘛，就是他会有一个角色是专门负责装傻，那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专门去吐槽他。然后装傻他可能就是一些生活上的面相，譬如说比较夸张对，化的，用比较夸张的方式，然后一直在那边装傻。所以你喜欢的是就是装傻这个部分，还是就是他打破装傻就的是他其实各自有各自的两个一有起喜欢？趣的点，对嗯，对，就是写得好的漫才段子，看完之后其实会很开心，那你就可以推是心情。荐我们一些就是你喜欢的就是鲍罗沃克啊，我觉得他们？OK，的蛮多内容蛮有趣的。嗯然后再深入一点的话，达康嗯哼，这个团体的，我觉得也不错。对，就是可以从这两个入门，然后你只要 YouTube 点进去之后，它就会开他就会开始给你很始源源不绝的，多了。对对对，啊，我觉得台湾的一些漫才，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讲也算是都是年轻人，嗯，都很认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也不能说支持，就是尽量就是买票，就是入场这样子。我会想要买票入场啊，嗯，对实际上你也就是有跟就是漫才团体合作，对。对不对？你这个小说里面的就是故事，
哦，我有把其中我觉得那个密室杀人的那个段子，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写的蛮不错的一个段子，就是他在漫才的表现上，或是以推理小说的眼光来讲，他的谜团啊什么都很完整，嗯，所以我就特别找了鲍罗沃克，因为他们两个真的是我在写的时候，就是想会象中的就想象，对，是他们。当我在想说这个讲这一句，那个吐槽的时候，就是大概用他们当原型来写的，所以我就是写信去问一下他们好像有经纪人，嗯看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合作。嗯哼，那后来还蛮顺利的，就是我把这个段子给他们，让他们去改编，嗯然后就是今天那个短剧有上了，所以可嗯哼，以去看一下他们的短剧。我们也把这个附带连接就在你的声友对对，会下面。好，森友会记得来。你以后就是有想要就是继续往就是这种比如说有点像漫才的方式发展嘛？就这个系会啊会啊列会继续下去？会，这个那系列，因为这个系列对我来讲是可以量产的小说，就嗯，是它的写法对我来讲比较好写，所以我第二本其实我也大概想好要朝哪个方向去走了。大概说啊。第二本我应该是会写外星人，哦，对，应该是一嗯，些外星人的谜团，哦哼，对，是外星人跟高中生，还是外星人跟川普？就是他们会去解决就是一些外星，也不能说外星人，科幻吗？嗯哼，就是类似这方面的谜团。可能比因为如说，像我第一本是用鬼故事嘛，嗯，可能说譬如说谁被吸走了。飞碟吸走，然后回来，然后记忆丧失，类似这种谜团啊。当然，因为我还没有开始去找，所以我需要开始找之后，才能比较明确知道是什么。但是有一个方向，那哦，个里面的角色也出现了，就是在书最后有一个帮忙录影的那个角色，他就是会在第二季的时候刚开始就是他，对，嗯这听起来蛮有趣的，而且跟现在的潮流，不晓得现在潮流感觉跟我小时候好像又重新来一遍了。我记得对，外星人这个题材在我们小时候《X 档案》啊，还因为有什么的。川普最近有放了一些照片出来，我今天还看到一个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AI 的照片，好像是川普跟长得非常那么特殊化妆的人。那个应该是假的。假的嘛。我觉得现在 AI 的有时候就很难分辨。呀，但 SpaceX 这个东西感觉起来就是整个大环境起来，对于这个科技的进步，然后外星的兴趣好像又重新有一轮热潮的感觉。嗯，我觉得 SpaceX，你就是想知道的话，你就去看 Amy 的追剧时间。是怎样？我们现在要转型财经了。对，那个连接在底下，大家可以去看 Amy 的追剧时间，她没有没有没有，有完整解析 这个我们不会 SpaceX。放，这个我们没有分润，所以好啦，没有开玩笑的。那所以其实这个对你来说，它会是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长久经营的系列作品，然后每一集会有，就是每一本会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它是我希望长久经营，但是也是需要有一些那个出版社愿意继续做下去的动力，所以先去买书哈，然后这个就不是要饭的碗，这是自立乞去买讨。书哈。好，那诶，怎么说呢？就是他们的就是里面这些角色，他们会随着就是时间的进行，就是比如说集数，嗯嗯，假设大家都买单的话，假设一哦，直写下去的话，我目前的规划是1年级、2年级、3年级嗯，这样的，然后结束。就是他们最后的话，就是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因为他一开始目标就是毕业典礼可以表演，所以最后应该会结束在毕业典礼的表演，这是主要的三本。那中间如果有机会，也许会插出去写一些也是他们的故事，然后可能就不一定是在主系列里面。那也很难讲，因为还没写，我也不知道后来会怎么会怎样？发展。嗯，对啊，我突然之间想到，就是因为你现在是跟就是呃已经颇有名气的，就是这个漫才作家合作。那假对，设今天他们就是一个想要开始出道的，就是漫才作家，哦，来跟你你是说漫联络的话，才吗？对啊，对啊，对哦，啊，我其实我可以接受，就是因为熊中他们其实也有一个站立喜剧研究社。嗯哼，那如果第一本的反应不错，第二本也许就会直接找熊中的社团来做表演。对，因为哦，剧本已经都有了，这样，就是让他们去改编这样而已。哦，这样子会蛮有趣的耶。对啊对，感觉好像现实跟就是这个虚构慢慢它会有点交融的这样的一对个状啊，因为态。它有一个好处是，
我不用等到影视化，就是卖对，出影视版权，然后还要剧本，还要什么，它漫才就是直接就可以即席，其实看着稿子其实就可以出也来了，也可以讲了。而且你可以立刻看到观众的反应，对这个对对对梗是什么这样子。对，哎，那如果说就是它其实有点像是影视化的初步，那假设说之后如果有想要影视化的话，你想象中你有想要的演员吗？或者是怎么样的组合，或者它怎么样的演员哦，形式？对，嗯，其实我会希望不是有名的年轻演员，我觉得应该要让年轻，就是其实我现在是希望年轻人，因为我觉得未来世界是年轻人的世界，就是你是的世界。对对对对对，就是像我这种年轻人，非常需要前辈们的提携。像我今天来这边录，那前辈就提哎携我。呦哎呦哎呦哎呦！对，就是我会希望，还是会稍微想啊，就是我觉得我是真的觉得自己有小孩之后，就觉得我们要创造一个让年轻人可以好好生活的世界，然后不要就是都呃，像你找拍什么演戏啊，什么都是要找有名的。我觉得嗯你要给没名的或是刚出来的年轻人机会，嗯所以假设我有办法决定的话，我会选。就是也许连演都没演过的也没关系，然后是真正找一组漫才团体来演，我觉得也可以。嗯哼，哦，那这个其实我刚刚听你这样讲，我觉得少子化办公室应该要邀请你。就是觉得为什么要生小孩这个理由真对，的是，我想在几年前啊，我在一次那个协会的颁奖典礼，我就遇到林思妍，嗯很多年前了，他就问嗯我说：“啊，你怎么现在都没什么作品？”我嗯，就跟他说：“因为我现在在养小孩。”然后过了几年之后，他要问我，我又跟他说我在养小孩，他就跟我说：“你小孩怎么养那么久？”我就说我就说：“小孩是可以说不养就不养的，真的。”这个蛮好笑的。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养小孩这件事情，可能对我现阶段的很多事情的决定是个蛮大的影响的。对，嗯有小孩嗯之后，，OK，所以就是非常乐意跟年轻人合作这样子，对，然后就也欢迎这样子，我感觉起来就是像那个什么公视影展啊，青年导演啊，然后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好像蛮适合，就是对，都对，可以。就是因如果大家为因为我就是没有很需要钱，所以我哦这句话我听了觉得不是我没有没有不是很舒服呢，不是没有很需要靠我也好写作来想这样讲。赚钱，对，没有很需要靠写作赚钱，所以写作真的就是呃，对于推理界或是对文学有一个眷恋走不开，好，应我该应该是这知道你样子。你就是不缺就是买鱼油的钱，也不缺买对台对对对对，积电的钱，所以就是我就算买了鱼油，我也得要记得吃啊，我就算买了台积电，也要记得我有买啊。哦，不过我在看你的小说里面，我觉得你有东西记忆力倒是蛮好的，就是对于就是其他推理小说的记忆力。哦，对对对对，你在里面其实用了非常大量的，就是应该说推理小说梗吧。对。对，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里面特别安排一个角色，就是他们漫才团体那个经纪人，女经对，纪人，她她是一个推理小说迷，嗯，然后她里面的设定就是她受到爸爸的影响，所以她从小就很喜欢看推理小说。这是你的梦想吗？对，那我女儿都不太理我啊，我就知道，因为我觉得实在我是都一直喂奇怪，我都一直喂推理小说给她，都没看。你不孤单，女人是这样。对，然后所以，我会有这个设计，是因为我一开始有讲，就是我希望这个小说是给即使你平常不看推理小说的人也可以读的。那所以我就会用一些很基本的，放一些基本的推理小说进去。那希望你读了这本书之后，会对其他里面提到的书也有兴趣，然后去找来读，算诶，是一个延伸的阅书读。单这样子，对对对。那你有查过这些书他们都还在吗？应该我写的都应该是还买得到的，应该，maybe，没关系啦，因为其实有些时候这是一种乐趣，就是寻宝的对乐趣，还对对对，有就是自己去找寻哪个地方，因为其实确实台湾都曾经出版过这样子。诶，我里面福尔摩斯应该是很好买，啊，有一个黑猫，黑猫之情现在应该改黑猫之书名了，情，还有那个人木月子的嘛，我记得台对湾有2个还是3个版本，对，对，然后我听说后来书名也不太一样，但是还是只有有黑猫。猫知道，哎，对对对对只对对对，有猫知道，然但封面还后是黑猫。食人树，嗯食人树，嗯，对，食人树不知道买得到买不到。食人可能鼠不可能没有，太确定，可能因为没有了。它在对，重出保险装置重出的就是比较畅销的基本有。其实我觉得食人鼠
OK 啊，有点长，但是还对，它可能太长了。对，蛮长一本的。那其实我在看，就是你这一本就是带错护身符的夜晚啊，我终于成功的念出它。那个“护”真的很难发音。那我其实会想到一个，就是也是很有名的推理小说，就是《冰果》。哦，对，你在设计的时候，就是你有想到冰果吗？或者说你自己本身喜欢嗯，对这本小说的呃，看法是什么？这个其实有提到我最早想写这个高中生的这个点，就是有一次的那个征文奖，台湾推理作家协会的征文奖，然后我有一个朋友杜鹃窝人，他就进去和里面入围的一些作家座谈，嗯哼。然后座谈的时候啊，他出来他就跟我说：“哦，我发现现在入围的作家真的太年轻了，像我们以前啊，入门书都是福尔摩斯，他嗯。们现在入门书都是宾果。”那我就才意识到说，哦，世代的差距，就是即使我那么年轻，也是会有世代差距。你的入门肯定不是冰果。对对，所以我就想说，哇，那应该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观念，所以我就开始回去看宾果，多看一些，所以我才会选日常推理，因为我以前不会去写日常推理对。的。然嗯。后我发现，我后来回去看了之后，发现日常推理其实在台湾也许有它的读者群，不然的话出版社不会一直出那么多。所以我就回去看宾果、看动画、看小说，然后去做一些功课，然后才回来写这一本，你说台湾作家出，台湾出版社出就是日常推理出很多。蛮多的哦。有一个即使不是侦探，或是侦探的第五个季节嗯嗯嗯嗯哦，嗯这个是嗯。同一个还是两个，我也有点忘记了。然后有一些短篇集，诶，最近有一本皇冠的《会呼吸的罪》，它其实也算是有点推理小说的感觉。嗯。然后哦，一下子凭空想，也就是我等我等我去拿一下鱼油。哦，不是，你再跟大家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什么是日常推理。对对，那日常推理它其实就是刑案之类的东西排除，然后指的是一般普通人，非就是警检体系，我觉得啦。对对，然后的就是日常里面，然后它会出现那种小小的谜团，可能大家也不是非常的就是在意，但是有些人就是会在意的不得了，对，然后他可能很迷这样。宾果里面应该都是像这样的日常之谜。对。然后我们以前呢，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最喜欢讲日常之谜，有一篇故事，应该是北村薰的。嗯。他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在咖啡馆，然后他把砂糖一直加到咖啡里面，哎，对，这个那非常非一直加，常经典，一对，那直加，加一直加，完整罐。一直加，一直加，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呢？这个就是一个日常之谜。对。我们以前最喜欢讲的举的例子是这一个，没错，就是大家其实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它也不会伤害到谁，但是动作实在奇怪到，就是你非常非常想知道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对，对，那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家是加纳彭子。哦，对对对，对。台湾也出过，然后他也是做中做的形式。其实我跟你说，你要寻找生活中的日常之谜，你只要去捷运站观察一些很奇怪的人，他就会有日常之谜咯。这是你平常的创作的小撇步。对，你去看看，去捷运站观察一些很奇怪的人，那就是日常之谜了。好，是谢谢就是冷言的分享这样。然后，其实我有一个印象是，你自己本来就还蛮喜欢，就是幽默啊、笑话啊这对，类的东西，甚至是你的笔名都是。就是我的偶像是诸葛亮啊，诸葛亮没有死。好，那你的笔名是因为常常讲冷笑话，然后大家都觉得不好笑。哎，这一题我早上才那个哦，真的吗？早上讲过，为什么用这个笔名呢？好啦，就冷笑话啦，没有，不是，以前，心灰意冷了已经。对对对，这个笔名哦，因为取的时候才20出头岁，应该是，说不定不到20岁，这不就是距离现在不久以前？对，就是大概10年前。我怕这样会一直讲会降低你们收听率。没关系，冠廷会剪掉，不好好好好，笑的部分他会剪掉。就是，哎，我刚刚讲什么？你的笔名的由哦，来。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会有点中二，然后那个时候因为看了昆恩的小说，然后艾勒不里昆恩。对，埃尔里昆恩，我不知道是不是里面有写到推理小说《十戒》，还是哪里的解说，我看到推理小说《十戒》，然后诺克斯的世界。《十戒》里面有讲到一个就是，呃，
就是看完那10届之后啊，就觉得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不可以把我作者个人的感情投射到小说的角色身上。你做觉得到了吗？姑且不论就是这个是否那个，但是你觉得你在你的写作过程里面有做到这一点吗？没有啊，后来觉得这个说法说不太通，就一律解释成冷笑话。我觉得你在耍我，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冷笑话，有必要这样吗？没有没有，是真的是这样，就是那时候就是个中二啊，你看那么年轻，对不对？对，要，然后而且那时候流行2个字的，像你也是露娜，对不对？对，对，那时候流行2个字的笔名，然后林澈也是啊，蓝霄也是啊，东阳也是啊，统统拖下水。嗯，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流行2个字的笔名。对，要，OK，好，好，那你最后就是有什么要跟就是大家说的吗？或者是希不希望在网络上看到关于你小说的读后感呢？就是大家推荐我比较有效的鱼友。就是大家如果尽量去读啦，要买书支持，因为我已经想办法跟出版社讨论，就是让定价尽量低一点，即使是在那个战争之后，美伊战争之后，哦，这本确物价实是上涨的非现在，常的便宜耶，你这对，样子是250页左右，然后大概嗯。280元。对，就是对啊，我是希望让，因为目标是希望让没有读过的读者来读，然后或嗯是年轻的读者来读，嗯，然后所以我觉得定太贵的话，它就已经失去负这担比较大，个意义了。对对对，毕竟你不缺钱嘛。对，但是出版社缺钱，所以你没有们还是要来买书啊。新台币还是出版社就是出版的动力。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也是会怎么样来去找作家、邀请作家出书的，就是一对个动力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即使我继续写的话，出版社没有人愿意出，也是出不来的。好，所以就是我们大家那么努力在录 podcast 啊，或是介绍书，也是希望读者去买书来读。好，所以买书，好，我们的这个结尾实在是感觉很像电台卖药电台的另外一种版本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就是今天非常感谢冷言特地从高雄上来，然后就是一天录2场 podcast，非常的呃，努力，然后再卖书这样很子。认真的在卖书，所以那个千羽的老板要那个，那么呢，帮你合约加。至少我去千羽的时候要帮我泡咖啡哈。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冷言，谢谢。好，谢谢大家。